謝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，大感謝祭之遠征特別篇。今次為咗感謝咁多位支持，出走300公里遠征仙台。今次要介紹一間車站，屈出行2分鐘左右。萬眾期待嘅仙台牛舌，質素同價錢真係好東京太多，炭火即燒。個餐勁豐富，個牛舌好肥美，千辛萬苦就係為咗食你啊！鮮椒蛋煎至到色度，真係肥到不能再肥，外脆內嫩，頂級美國享受。日本小姐姐都忍唔住啦，食到兩眼發光，正到飛起啊！個餐仲有好多嘢食，香蔥牛尾湯正到哇一聲啊！仲有個炆牛脷，吸晒啲汁勁 juicy， 幸福 des， 叫多咗個櫻花蝦蛋卷，勁厚啊！唔使講你都知正，推薦啊！一碗飯肯定唔夠，牛鮮真係好正，有機會一定要嚟試下。2個人食到最貴都係8000幾yen。呢個仙台之旅我哋準備咗特別長篇版，喺準備好之後會通知大家，敬請期待。Tanya 正之路，下次再見。